OK， 好，我即马才上线了，歹势啦吼。好，拄则遮尔精彩即个讨论吼，结果啥无去录到啦吼，真拍算。来，我甲笔记写起。刷 SOA 第三条应该是 SOH。今仔日咱开讲的第2个主题 SOAH versus SOA 第三条。其实这嘛是我一直以来心内一直感觉足摇移的部分，我今仔日才完全拢看清楚当然以后嘛是搁相款的摇移，因为我的声调这3甲4我是分袂出来迄个无度，我毋知要安怎解决。天，自细汉就养成无度。好，我毋知影玉文甲芭比，敢会今仔日听阮你踮遐讲几步，毋知阮咧讲啥？讲，敢会讲。我都可以听回放。无回放啦，我今仔就无拄。你讲回放有啦，嘿。对啊 ，Clubhouse 有啦，嘿啦。但是真可惜，我今仔日 YouTube 无去录到好，来，咱继续看来我看一下时间，49分。算来也袂贵你看。算来也袂贵你看这就是头前迄个意思，我感觉伊就是要表达迄种，我开细条钱，我就甲大条代志解释解决掉当然，牵少，因为牵少解决完尽嘛是有，所以这个线这个 SOH 用为什么伫这节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大这个奇迹就是安尼嘛你要安怎去理解拢会用算来也袂贵算起来咧，这真会好算来也袂贵你开几仙钱尔，买几粒槟榔，就甲迄条本来这是算这个陪祖什么陪宗蒙祖然后都还伫台湾人这讲起这代志各种罪名不得了，是天会放落来大代志就对了无想到讲几粒槟榔解决掉我毋知讲即个小说伫遮，其实迄个是迄个情绪的变化是足大好，来，咱搁加看一句啦老大家就入后厅，对迄扇推仔组甲掠落来。为什么推仔组搁伫顶头？毋是去请走？我看到遮我就想无是进前伊是敢若甲左公的排位请落来尔，但是我记得头前就是甲推仔组摕掉嘛。伊伫顶界就是讲，志勤就对大川讲咱按领即身推仔组，我想要甲赶去府城服务司嘛，对无？大川讲伊要甲迄身赶走嘛，拄着老大家出去就怎甲赶去嘛？对啊。是迄个推仔组是，敢有可能是无共，无伊是推仔组，伊是等于是，伊毋是新主牌伊毋是公妈牌对啊，我看无啦我看到遮想奇怪，为什么佫出现明明你着请走代志足大条的结果老大家就入后厅，对迄扇推仔组甲掠落来。伊是安尼写，掠落来咱甲故事结束啦，因为咱差不多今仔日甲这段故事甲遮到一个坎站安尼好，掠落来呢讲，伊就叫金星就伊即个孙叫金星叫讲金星以后。下尾这段其实爱加一个 quotation mark 啦就是伊是你。扣的这个伊所讲的话，讲金星大，金星大，这先互你佚佗这先互你算啦是第三条吧，大。
打，即先互你佚佗吼，佚佗是阮的腔口，阮讲佚佗吼，阮袂讲佚佗吼。佚佗人是我伫读初中的时阵讲飘撇的佚佗人，迄条歌咧，你流行你知道？我才忽然间讲，发现讲阮汉人讲的音无共吼，阮拢讲佚佗，结果迄人我发现，为什么人讲佚佗安尼吼？我迄人我就想讲，是毋是我家己阮音读念走抓去？其实我迄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理的阴影吼，心理的即个吼，我一直认为讲是我即个我讲话讲走抓去吼，引起讲走抓去，即个心理的即个影呢，一直持续到当时呢，对10外号啊，伊持续到我40几号，我学会8月2我去现代理大书店，我才发觉讲，夭寿哦，这毋是我的问题吼。根本就是讲台湾即个腔口差的问题，而且伫迄当中，你迄个台湾的即个主流腔调，就渐渐转对即个南部腔去啊。吼，阮讲佚佗才变成讲是即个少数的即种情形吼。即个吼，即个含冤不变吼，30几冬吼。你若去现即个台北人先放弃讲台语的啊，是北部台北人先放弃的。你若去现即个台理大书店吼，你会发现讲佚佗是电视内底，伊甲所有的规则拢藏伫佚佗一页内底，伊无佚佗是一句话讲你参考佚佗就好啊吼。OK， 好啦，这先煞讲一个故事尔啦吼，咱继续甲看啦。咱可能后一回节课再甲再个即段再个行一个，每一日再个分析吼，像咱今仔日开讲即个线哩相款吼。真先啊，即先互你佚佗，一真互伊拢无吼，这啥物意思？各位可能爱理解一下。一真信第三条。对，就是一信互伊拢无吼。我刚才读过，我无理解，一信是啥物意思？清华教授是讲，伊用中文解说，干脆倒不如就是鬼去吧。有安尼意思哦。来啊，查一下，代志说，敢有一信即种讲法？我今仔才学着呢。伊是第4条嘛吼，信第3条。第4条信第3条安尼。来，等下歹势吼，我切换一下。一信第3条，无。但你讲，嘿，好，咱一信咱后回大家真正来查考一下吼，来考一下即个事吼。一信吼，互伊拢无吼。讲即先互你佚佗，一信互伊拢无吼。所以。马文，你对来讲啥喏？是啥物意思？群花先生讲，归去啦，归去互伊拢无吼。吼，安尼吼，一信互伊拢无。倒不如啊。好，一信，所以有迄种好，后尾再讲，真先多谢我吼，真爱佚佗咪吼，多谢我就是满一号啦吼。当有即先是。笑甲吼，当然即嘛有即先通好算吼，是笑甲好。咱故事来到遮，拄到一个坎站啦吼，咱后回再搁继续来开帖吼，每一句拢来理解，每一个字拢来甲学起来吼。感谢马文吼，今仔日无马文，咱无法度遮尔精彩讨论，但是真拍算吼。YouTube 无甲录落来，好，老卡的朋友拢真欢迎恁吼。我来甲恁请安一个啦吼 ，KW95Y 吼，欢迎 Formosa 吼，欢迎另外一个忽然间才无去吼，落跑啊，真避暑吼，要甲请安问好，紧落跑好，会惊就对，好啦，免惊吼，真足欢迎大家来听。好，安尼到遮，敢有啥物问题？爸比，你敢有啥问题？爸比，今仔日问题对你来讲足大个，你拢听无？毋知影你讲啥？有讲听有啦，但是
实我听较详细，因为之前我甲妈母嘛，伊嘛有甲我，我含伊讨论的时候嘛有讲过，拄则那个哎呦，迄个线安怎做迄款的，我有讨论过迄。我今仔日其实即只即句吼，用来规说即个线是上好诶吼，因为伊包含两种意思，两种会当表达两种意思，两种展出诶即种意思，拢伫内底吼。啊，整个句型诶即个结构啊，或者是迄个意思吼，真正是足好诶，即是教科书诶即个example 啦吼，即个范例吼。好 ，OK， 到遮啊，我要来关房，感谢各位，感谢玉文吼，好，安尼。感谢，拜拜，后摆再过来。
Okay, Google, set the alarm after 15 minutes.